官的表演都让人感觉震撼了。哦，大家看我刚才准备很屌了。你们好像看到一位勇士啊。对啊，哎，那个陆官的同学上一下，让我们访问一下。让我们访问一下啊。陆官的还有中正的同学。麻烦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来嘛。哇。还有一比呢，我只认识你啊。对啊。哇，大家看看他们的服装，有没有水配合的感觉？一比在哪里？不要那么后面嘛，前面一点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啊。对。哇，一比你过来一下，让我们访问一下，对。那就是请问一下，这个战备舞啊是什么时候？是有什么来源呢？有什么原因要跳这首舞？就像那个我们出生之前，我们会鼓舞士气的时候，就会唱这一支鼓舞士气。那个什么，自己组里面的青年们呢，能够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准备出征就对了。我们还有那个学弟，来自中正校的徐社长。然后那个时候中正艺校的。中正艺校的社长，对，让我们访问一下。下位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不要害羞啊！那你们这次练多久？是入社就一定要学的舞吗？对，就是你们说基本要学这个舞，学长教下来的。哦，没事，对，然后每个礼拜都要练习这样子。对，哇，你看他们，那是又说是打火呢，现在拳拳到肉啊！人家韩舞的，这个又去打灯了。再看他们打针，我觉得要打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很痛。看到他们跳舞，我们社上男生应该也要学一下。那么勇猛，为什么男孩子都那么勇猛？对啊，能练一练身材这么好。对啊，让我觉得有点内疚了。好。那么，刚刚那个学弟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原住民最能够表现，对，就是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的舞蹈。我想说的就是这样，你们也确实表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了。大家觉不觉得？哇！大家这个评点让他们。来，倒数一点，再拍一下。谢谢，那我说一关笑，谢谢。对啊，哇，真的是看了陆官跟中正的表演啊，让我觉得有点头晕目眩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由我们社上田老师改编的舞蹈，就结合现代舞曲，张惠妹唱的《站在高岗上》，他亲自编的舞，然后由我们社上为大家演出，对，然后请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让我看一下。哦，说的表演怎么样啊？哦，谢谢。跟大家介绍。对。因为我们是主持的关系，所以挑特别不一样的衣服来穿。故意穿不一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然后具体你穿的是什么衣服的？卢凯族啊。哦，卢凯族的服装啊，这样子，就是以黑色为主嘛。然后还有百步城是他们的吉祥物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欢迎你穿什么服装？周族的。对呀。哇，人好多，大家可以过来这边啊。然后接下来是庆丰年，是祖韵文化乐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表演。对。然后明月良宵。抱歉，是明月良宵，然后是听名字有没有觉得很想看？大家第一次，然后那我们就欢迎祖韵带来的明月良宵。哇，大家拍拍手。台南大学办那个传统艺术的竞赛，舞龙舞狮啊、地震啊、宋江镇，然后连表演都有，很棒哦。地高港、宋江镇也有来竞赛的。仁德大甲国小也有舞龙舞狮的。看看表演怎么办？舞龙对不对？乡镇表演。哦，光国小还有龙凤狮，光国小还有龙凤狮，哇！还有那个造型哦，哇，好棒哦，龙凤。哦，好棒啊！表演好棒。表演，好多种表演，在演艺界有跳绳的表演，看，还有车鼓阵的，宋江镇的中间那里那个车鼓阵，跳鼓阵，还有打鼓球，小朋友就变得大刀哦，小朋友也有大刀。小朋友也有大刀舞的好啊。哦，好棒！你看。
大招舞的这么好。